人喺成長嘅過程之中，總會面臨一啲痛苦嘅課題。第一件事，學會放下。嗰啲你死手唔放嘅人同事，往往會係不知不覺之中耗盡你嘅心力。放唔低，最後會拖垮你嘅唔係別人，而係你自己。第二件事，理解自己。呢個世界上冇邊個能夠時時刻刻都懂你，甚至連最親嘅人亦都唔會完全代替你去承受。唯有自己先看清、理解、接受，先至能夠喺孤單嘅時候唔會慌亂。第三件事，學會拒絕。好多時候，忍耐只係對自己嘅一種消耗，而拒絕反而能夠幫助你守住邊界，留住力量去成全更重要嘅事。或者係痛，但係成長必經之路，因為唯有放下，先至能夠走得更輕盈；唯有懂得自己，先至能夠活得更清醒；唯有敢於拒絕，先至能夠真正活出自在嘅人生。